號候選人，工聯會嘅鄧家彪。阿彪從政21年，一心為民。我係2號民建聯嘅張培剛，衷心感謝一直以嚟支持民建聯同埋關心愛護張培剛嘅朋友。我係3號民建聯嘅顏文宇。4年前，我帶住大家對我嘅期望走入去立法會。我係陳俊雄，雖然我冇大黨嘅支持，亦都冇現任嘅議員咁高嘅名氣，但係我堅信，只要香港人齊心，我哋就能跑出新機遇。我係5號無政黨嘅候選人梁思韻，我嘅口號咧就啱啱同我哋大會咧首尾呼應，攜手展新路，同心創未來。我過去4年就係不停去推動我哋呢個核心商業區走進國際。其中，我哋九龍東嘅東九文化中心作為本港藝術嘅科技旗艦平台咧，為推動藝術同埋科技嘅融合咧，提供咗優質嘅場地。未來我哋更加要努力，點樣可以將兩地人員嘅地域係可以有一個地域流動性嘅打破。香港只要好好發揮我哋嘅角色，支持祖國，支持香港，我哋一齊香港人齊心，一定可以跑出新機遇。我哋背靠祖國，聯通世界，其實最重要就係內聯同埋外通。要提振九龍東經濟，唔使諗到咁複雜，只要喺度做嘢嘅人留區消費，喺度住嗰70幾萬人肯留區消費，咁就令到我哋成件事咧就能夠係活起嚟。我哋可以將香港文化、將中國嘅文化融合西方嘅文化，點樣向對外宣傳？要發展文化產業，其實離不開3樣嘢。第一係場地，第2係人才，第3係觀眾。大家提到嘅文化藝術產業，可能第一時間會諗到西九文化區，但係其實喺我哋九龍東喺推動中外文化藝術產業方面呢，亦都可以擔當到關鍵嘅角色嘅。我哋喺我哋嘅商貿區裏面有大量多元化嘅商業空間，3成以下嘅企業咧交租唔使1萬。其實呢啲就係最好嘅土壤養活我哋做文藝。即係問下文宇，因為我頭先聽到佢有個講法，就係講東九龍過山線呢，在座候選人都覺得唔可能。我想佢講清楚，起碼工聯會同埋鄧家彪唔覺得係冇可能。為新興嘅產業培育人才，同時咧應該要協助區內嘅傳統產業，例如麵粉廠、毛巾廠等進行咧技術升級同埋轉型。長遠啟德嘅集體運輸系統同東九集體運輸系統應該要連貫起嚟，經過茶果嶺道、海濱道做到集體運輸，咁樣交通就可以解決啦。但係我想問下1號同3號嘅候選人呢，佢哋點解作為議員去設計一個2033年先可以啟動嘅 project， 但係而家我哋市民迫切性加多嘅巴士加埋啲班次都唔能夠嘅咩？咁喺個商業區嘅時候，頭先我講過係要做個文化嘅產業圈。咁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做到係海濱嘅經濟、親水嘅經濟，令到多啲遊客嚟嘅時候，其實就係能夠令到我哋可以轉型到。12月7號踴躍投票，多謝各位嘅參與。